細個嗰陣，中秋係爸爸切開嘅雙黃白蓮蓉，佢話食咗就係團圓。大個之後，中秋係配上一啖茶、一啖奶黃月餅嘅儀式感。呢份儀式感係忙碌嘅日子裏面最深情嘅依靠。慢慢品嘗就係團圓嘅另一種深度。後嚟嘅中秋，阿女都仲未明白當中嘅意義，淨係記得蝴蝶酥好好食，食住大家中意嘅食物，閒話家常，雖然簡單，但係最幸福。原來時代變，口味變，但一家人團圓嘅心始終不變。黃月月餅，圓滿中秋。